今日我哋嚟到嘉滿樂園，呢度有好多唔同顏色嘅遊樂設施啊！有把燈先，食得熱時先，呢條獨木橋要好小心啊！呢個其實係用嚟爬上去㗎。下試咗先。5、4、3、2、1，睇下數。Hello，轉，人個波波。有望遠鏡可以望下風景㗎。想行喺中間，點行呢？成功啦！好快呀！呢個氹氹轉好好玩。今次用手轉先，下次再入去轉啦，拜拜！大家記得帶同小巴呀〜